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蓝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嘉义县六卡乡有一个民众饲200只流浪狗仔，拢放狗仔去掠车咬人，佮对防治所人员动手，已经予以妨害公务罪上班。当地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 CPTPP 执委会，有外国媒体指出，受到政治的影响，大会暂时无要处理台湾甲中国入会申请案。南韩首尔长乐今年头一场雪传出真侪灾情，已经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陆海空的交通大乱。来看嘉义县的六卡乡哦，有一个固定在饲将近200只流浪狗的民众，拢放狗仔去掠车咬人，防治所的人员要去现场掠狗仔，这个民众哦，甚至佮把动手拍工作人员，防治所就去报案，这个民众嘛已经予以妨害公务罪上班咯。18半暝，嘉义县加托一名防治所人员去六卡乡，要掠一直予民众通报会虐车咬人的龙洞狗仔，说服附近人阻挡，双方起冤家。拢有识才好，拢有识。啊，人就规定就是安尼，恁家己要共饲啦呢？袂堪咧附近人长期执勤的时间对调蛇脚，加特所报警察甲附近人照妨害公务移送法办。另外，附近人饲龙洞狗造成环境垃圾的问题，也移交环保单位处理。加特所表示，常常予咧饲龙洞狗的民众主动执法，各项攻击，甚至各甲有问题狗仔身躯装的矫正器拆掉，互部分龙洞狗仔虐车咬人的问题真歹解决，才会报警察。由于之前多次发生本所在执行勤务的时候，遭到非理性喂养人的辱骂，甚至是殴打，所以本次将不再姑息其非理性的行为。嘉义县统计，这几年虐车咬人的狗仔，7成是有主人，也是有人咧饲。当地警方数据也显示，民众骑车或者是赛车的时，拄到动物向撞出来，造成伤亡，9成是龙洞狗仔规定咧虐车。加特所认为，发挥爱心饲狗无毋对，不过也要尊重执勤人员，莫共骂，嘛莫共恐吓。确定危害人安全的流浪犬猫再进行移除。那另外一方面呢，喂养流浪犬猫的人呢，也要有自爱、有公德心，把环境呢清理干净。民间团体建议执法单位要落实精准掠狗仔，避免让爱心人士即是讲要甲龙洞狗仔全拢掠去。民众要饲的时，也建议去人甲车较少的所在，减少人和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南区戏球的万丰宫，今年是12档的做者是真闹热咯。也毋过有一个来表演的舞者，伊的车停伫路边，车窗互烟火蹦一空，车过的请恩，庙方是表示讲会负责，嘛加载无人着伤。民众来到停伫咧路边的车辆当中是串一条。车窗破一大坑，车内阁有火呼，真明显是互烟火炸着。会觉得危险吗？还是？是危险的，这个要管制一下。应该再注意一点就 OK 了，没问题了。最近台南戏球万丰宫三条王石大殿附近的庙宇也来占卜，活动是真闹热，也有舞团在表演，也有放烟火跟放炮啊。也毋过那亲像是风上头，已经放煞烟火煞熊熊互风扇倒，波及这台停伫咧路边的汽车。虽然放烟火的单位毋是主办单位万丰宫，是来占卜的天后宫，庙方出面表示也是会负责到底。已经放了啦，有迄个个鱼尾啊大啲啊，都会捧一下安尼，我都去断掉。红头直接放料啊，就放料又少了，就是讲看偌济，阮陪较够。警方表示，日暗时无接到报案。也放烟火到底敢有需要报备？台南市消防局是表示，这款烟火属于星空类炮啊烟火，并无需要申请。也毋过嘛提醒放烟火时阵一定要细致，让12档的大庆典现场是闹热滚滚，放烟火意外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总统赖清德要出国去访问，路透社是指出讲，中共可能会伫台湾的附近来进行军事演习。国防部表示讲，咱国军有信心确保国家安全。另外，空军伫今仔透早5点执行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高调人员摕龙五 K2 步枪搬用机枪卡步整齐，自别早起8点，100多个高调人员出现伫台北政大后山。台北市后备路第一摆伫政大高调正受注目，7天高调即别结束，重点驱步之迄个行军，讲求实战化训练，毋但派人伫四周警戒，要纵放下达，诱导高调人员应变。因为政大后山是开放区型，部队行军真罕见，甲备选民众斗阵，个人也会国军加油。很好啊，有在训练年轻国军的体力。我们看到这样，我们也觉得是很应该，也觉得很欣慰。国军强化台北市公馆以南经纬区流行的地区防务，为什么会选伫政大高调呢？军方除了结合城镇战防会，也看准山区易守歹攻。专家分析，对部队快速到制高点掌握作战的优势有帮助。民众休息的地点也是战术要地。那其实战术要地的话，其实在战时很多部队要抢占。那透过实际的演练，让他们熟悉实际的地形地物，这个对部队的战力的提升来讲是有帮助的。战机危险位过天边，起飞声音响遍华人夜空。空军自备透早5点展开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三大主力战机 F-16V、IDF 幻象2000拢有参加。阿帕奇攻击直升机、U型直升机也升空。战机区分攻守2边演练，严正接战的定数。另外，警方部17暗时执行太部操演，严正外岛防卫令，战车、驾车、火炮对海上空中目标进行实弹射击，强化部队夜间作战。国军加紧战备下步，因应中共可能因为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做理由，各一摆对台发动军演。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情势的做法，都会对区域安全造成实质的威胁，也会破坏和平稳定。那么这些都不是两岸民众跟国际社会所乐见。国军将下强军自备派出军机13架，其中9架超过进界北部加西南空域，加上7架军舰。另外还有2粒空飘气球经过咱的北部空域，国军也拢严密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执委会年度大会27日伫加拿大温哥华来举行。有外国媒体是指出讲，因为政治的影响，大会暂时无要处理台湾甲中国入会的申请案咯。部长刚在开什么会？是跟出访有关吗？还是有。原地定9点立法院外委会要审查外交部相关议案，不过部长林佳龙迟到将近1点钟，表示是为着接续来的总统赖清德友邦的出访，参加重要的会议。另外，外媒路透社指出，赖总统会过境夏威夷甲关岛，中国可能伫未来几天就处伫台湾附近进行军演。部长，您消失的这1个小时到底去了哪里？那部长，这可以说明一下吗？跟委员报告。今天早上因为在安排总统出访的事宜，因为在3天就要出访，因为刚好跟友邦联系还有相关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时间能够确认所以呢跟委员会请假的1小时。受到在美中政治力的影响，外媒引用知影内情的人士表示，27开始的 CPTPP 执委会年度大会，台湾和中国的入会申请案拢互囥咧无处理。民进党立委认为讲，中国是伫咧阻碍，呼吁友邦替台湾发声。国民党是表示，即阵就是重视两岸的正向关系的时机。我们吃了莱猪，我们也吃了核食，但我们换到的有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那么多吗？我们同时也要跟中国大陆开展对话，建构和平善意的螺旋，这样子对我们无论在与双方的军事冲突可能性，或者是在经贸上面的往来，其实都是有加分的。那事实上，台湾已经齐备了所有一些状态，它跟世界各国的沟通也都完成了，台湾入会应该是没有争议，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共不给台湾国际的空间，也不顾台湾的经贸的状况，恶意的阻止。
报道也指出，当到一个中国的敏感问题，台湾的申请案伫成员国，尤其是马来西亚甲新加坡，无法度得到共识。也若各司大理家的申请案是会互相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劳动部员工受到霸凌自杀，佮陆续爆出讲，未少公务人员嘛受到霸凌，包括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真侪团体，今仔开记者会，伊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洪胜汉着爱调查好清楚，公务机关嘛应该爱严格来处理。伊嘛望讲，政府会当同意公务人员来组织工会。劳动部劳法署发生公务人员疑似受到前北分署长谢义勇霸凌害人行底路一案，引爆各界的怒火。小连续引出其他公务机关疑似霸凌的案件，引发各界关注。包含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等等真侪团体，伫在野党立委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提出完善的职安法令等的诉求，要求公务机关对霸凌案采用较严格的原则。政府机关里面还充满着很多的这个保守封闭、管理不当的这样的一个官僚的气息。那主要起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存在很多非常不合理或者不当的一些法令制度，讨所有公务机关内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例如说绩效要求，或者是不合理、完全没有道理的政策，这是要怎么检讨？要不要检讨？而且应该是所有行政机关的检讨都要做到。劳工团体也来声援。做伙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洪胜汉行政调查清楚规站霸凌案，也呼吁政府修法，同意公务人员调组工会，若无报考公务人员的人数一定会愈来愈少。他们只要内部申诉管道一反映之后，马上上面就交下来给他们的主管啊。既然主管在那里，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就会出现一些恐吓或者是莫名的孤立啊，影响啊非常深远。甚至于影响到年轻朋友啊，都不太愿意来报考，考不考？参与会议的国民党立委是强调，会伫29个议会提案谴责劳动部，并且成立职场调查委员会清查霸凌案。后礼拜的卫生环保委员会也安排洪胜汉进行专案报告。民众党的立委是表示，12月初7要举行反霸凌大游行。互各界关注霸凌问题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公务人员相关的团体针对公务机关霸凌的状况，要求政府应该爱开放公务人员做工会的权利，和公务员愈有保障。其实目前有公务人员协会法来保障工作权，可这甲一般的工会组织是有啥差别的？今日解剖新闻，咱就请职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解剖新闻，我是职安。今日解剖新闻继续来关心劳动部公务员霸凌案，甚至是行底路，这事件阁是一直在假。这公务人员代表嘛，搁再徛出来要求比较劳工来做工会。讲到咱现在劳工要做工会，这是因为受到工会法的保障，主要是以劳动三权来做基础，动用团结权，讲会当来壮大这劳工的力量，动用协商权要进一步来改变体制，最后是动用这争议权、罢工权，要用手段来要求企业也是顶悬的，要来要求改革。不过，那是因为这公务人员因为是国家来做头家，所以就另外一条法《公务人员协会法》来规范。这差别就是伫咧协商权的部分，讲那是关系到这国防也是公共利益加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伫咧公务人员内底就完全无参详的空间。上条还有争议权，包括这罢工权是隆重禁止，嘛袂使来参加这政治活动。这徛伫咧国家的立场，这当然是惊讲，一旦公务人员为着这加班佮劳资的问题来罢工，颠倒会去影响到大众的权益。这个因为劳动部的霸凌案逼出来，这公务人员是搁再提出5大诉求。这官方嘛已经表示，已经讨论要放任公务人员协会法。这修正草案伫咧7月时阵嘛已经送出去啊。主要是分3大方向来进行，会使协商的事项是有增加。嘛会检讨这内部若是发生代志，所采决的这单位甲方式，嘛会来检讨。另外，针对消防甲警察这高风险的公务人员，嘛会使开放来组织特种的协会。
这原则上也是照公务人员协会法落去修、落去补强，做工会这条路，短期看来可能伫咱台湾也是行袂通。要安怎来对大众权益甲公务员工作权内底，敲出一个有法度两全的办法？伫咱台湾看起来也就有一段路爱行。这劳动环境要安怎来解释？嘛，值得咱继续来思考和改进。以上解破新闻从镜头到登去主播。感谢一安哦，咱继续来关心 NCC 的组织法修正案，后个月要开始实施。现任的委员陈宗秋先代理主委，立法院今仔是审理 NCC 的预算。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是认为 NCC 目前无水位，建议讲先唔免报告咯。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地是质疑讲 NCC 最近这几档接受上侪人投诉的是通讯的品质无好哦，也毋过所有民众因为反映通讯的品质，和电信业者威胁讲要来做黑名单。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预备审查工程会加 NCC 预算，暗过会议拄啊开始，民众党立委林国成就不满 NCC 也搁伫主委交接的时间，搁加较早 NCC 伫立法院成立调查小组的时阵拢无资料，建议卖互 NCC 主任秘书黄文铁报告预算答询，也加改动的预算案。我坚持认为 NCC 不以报告，不以答询，解冻的问题不以解冻，所以这以上。本席也提出有这些提案。民进党籍调委陈素月随后宣布休困协商，尾仔又搁采取 NCC 也是报告加质询，暗过无处理改动预算案。轮到林国成质询的时阵，搁再表态无质询 NCC。民进党立委李坤德伊是质疑 NCC 最近有收到真侪消费争议，都是因为通讯品质无好。暗过煞有民众တင်情，因为向电信业者တင်情通讯品质有问题，煞互人威胁列入黑名单。你通讯品质不佳。我要求解约，但是都会遭到拒绝了，甚至威胁要列入这个黑名单，绝对不允许有黑名单产生。电信事业无正当理由，你不可以拒绝电信服务的请求及通信。NCC 嘛答应领做民众反映电信消费处理争议，会更加积极来办理。国民党立委林派雄伊是批评公司的台湾 Plus 伫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有较偏向的问题，甚至是不当用词，质疑 NCC 是不是亏法？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只有透过民众的检举，因为我们也不在我们。所以如果像是川普这件案子，假设有人检举，就马上要罚公司，对吧？是，如果假设有检举，我们就依照我们的程序。林派雄表态，对于公司相关预算的提案删除 ，NCC 是回应，拢有偏的预算强化媒体的素养，也会定期邀请媒体业者加强讨论内容选择的合理性。记者综合报道。前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书记洪瑞和发文指控，前几档疾管署有一个委托案是由前立委陈宜民主导的台湾医防医学学会标调，伊质疑讲有利益的冲突。疾管署是强调讲，标案拢有依法来办理，会当来接受检验。民测长篇大文指控卫福部疾管署救援检裁判涉嫌多地，伊是前卫福部疾管署书记黄瑞和，指控1806年疾管署委托一份研究计划，由前立委陈宜民所主导的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得标，伊质疑有公职人员利益回避的问题，佮认为家己因为迄时阵做告发的第一人，当别人的财路，才做着调职。那这个计划案就是由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得标。那这当中有一个计划主持人，然后还有他也是研究人员，叫做陈宜民，就是卫环委员会的立法委员陈宜民。那他那时候不是召集委员，但是他之后担任很多任的召集委员。洪瑞和面册破文表示，陈宜民迄时阵掌握对卫福部法案的备案权利，就算高瞻示案，伊有缘拒绝和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合计，不过最后权贵也是摕到利益。不过，疾管署也用正式声明回击，这标案伫1800年到1806年期间，迄个时阵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还未修法，1807年修法了后，也敢若要求事前揭露、事后公开，一切依法办理，应受检视。107年修法之前呢，非营利事业的这个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是没有受到这个法条所规范哦。那当时这个预防医学会适用旧法，它是属于非营利事业，所以立法委员兼任这个非营利事业相关的一些职务呢，是不构成需要利益回避的条件。当时何讲，因为这代志，科技连续2年以顶，伫北约期满了后，才离开疾管署。
杜希坤最后强调，这案件已经进入司法审理的阶段，然后查到任何不法的代志，会依法严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刷石的业者拍什么伫中华的花坛开发20公顷的土石场，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环境，今仔嘛去说明会抗议。10月中华花坛居民伫咧说明会外口抗议，因为有刷石的业者要伫咧中华花坛八卦山一大自然山谷规划设一个放刷石的所在。当地居民28伫咧议会环评进前的说明会，搁再表达反对。这一寡村民拢要一寡行食地下水也足济，你自来水也看袂到啊！啊，倒位一寡村民的民生用品的水就拢无法度食。居民质疑，开发的这个所在属于山坡地保育区，是野鸟甲石虎重要的生态地，嘛是重要的水源。即阵说是要设一个范围20公顷，会当囤298万立方公尺，一年运转量30万立方公尺的堆置场，对环境甲山坡地来讲，拢是严重的冲击。而且这沙石多数拢是对外关系来的，对当地无公平。过去就还没有开发之前就已经非法偷买了。那我们所会担心说，这样的不法厂商你又回来这个地方继续进行的话，那更危险。书面上写得很好，但是我们会担心说运来的东西是不安全的。环保团体认为，这块土地除了4成是林业用地，其他所在嘛地质较敏感，若是沙石有可能会带事业废弃物。业者强调讲，入场的沙石拢是会当搁再利用的资材，嘛会保护水源、维护环境。土石不是说只有填而已，我们也可以再利用，也可以卖出去。就是让资源能够再生。我们填的是没有毒性的东西，是土壤。不是只有自然环境跟生态环境嘛，它还有社会环境啊。像当地居民的意见，就是社会环境里面的一环呐，中华县环保局表示，这个案件今年7月开头一届的环评审查，除了要求业者补件，嘛要甲当地居民达成共识了后，才会当继续开发。县府嘛依法审议，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南韩首尔甲京畿道地区，昨因为落大雪，传出真侪灾情，航班的起降嘛拢受到影响。有真侪台湾的旅客拢伫南韩的仁川机场无法度回国。今仔早起有一班已经登机，准备要飞返来高雄的航班，嘛因为机场流量的管制，佮暂时取消。目前桃园机场嘛有21班飞南韩的飞行机嘛受到影响。大量的台湾游客洪留伫南韩仁川机场，南韩首尔甲京畿道地区27落雪是8年来上大的落雪，袂少航班因为安尼受影响，无法度起飞。机场内底的电子扛棒，大量的航班显示会延误。是一直 delay 嘛，然后在机场睡了1天，换了班机之后2点要飞的，然后现在又被延迟到下午5点了。由于仁川机场目前的航机流量管制，我们起飞的时间必须要再延后。毋那仁川机场的旅客防延误，华航这班原定透早7点外对高雄小港飞往仁川的班机，本来已经登机啊，嘛因为仁川机场的流量管制，机长公布要求旅客落机，去候机室等待。很无奈遇到大雪，因为原本一大早要飞，然后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到那边开始所有的行程，然后现在变成打乱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华航4A164因为天气延到中昼12点半起飞，桃园机场影响搁较大。宜北南韩往来桃机的航班，目前有大约21班通报延误。专家提醒旅客，要保障自身权益，会使投保旅游不便保险。每延误3个小时就理赔6000元的哈。那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延误4小时以上理赔比方说6000元，或是延误6小时以上理赔。专家表示，旅游不便保险大部分是照延误的时间定额理赔，拄到班机因为天气等原因延误，会使有搁较侪应变选择，但嘛提醒旅客注意相关理赔的条件，以免影响权益。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桃园报道。罗西亚宣布讲，做兵会当抵消。美国的拜登政府嘛要求乌克兰把做兵的年纪降到18岁，来扩大军队的规模，解决阿兵哥无够的问题。另外，美国总统的党选人川普27是任命乌俄特使由前国安会议的幕僚长凯洛格来担任。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紧张，在罗西亚总统普廷宣布做兵1年会当抵1000万的卢布债务了后，特别下任的美国拜登政府也爱乌克兰，甲25个年会对目前的25岁降低到18岁，来扩大军队的规模。一位无签名的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确实需要更较侪兵力参加战斗。乌克兰的阿兵哥无够弥补战场的损失，也无参像罗西亚一直增加兵力，所以乌克兰未来可能满18岁男性就要好定调上战场。自从罗西亚2012年2月入侵以来，北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60亿美金的援助，并且按算在拜登最后几个月任期，会阁向基辅提供数十亿美金的援助。不过，北京也认为讲，除了提到需要的武器，人力也是乌克兰上要紧的需求。To help Ukraine protect itself from Russia's escalating and expanding war,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viding Ukraine with hundreds of additional Patriot and AMRAAM missiles to strengthen its air defenses. И даже если оставить в стороне прогнозы о том, чт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ократит помощь Украине, что по сути станет для ВСУ смертным приговоро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н и его команда проведут аудит уж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ой Киеву помощи. 也拿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27发声明表示，由于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凯洛格出任罗西亚和乌克兰的特使。凯洛格捌在今年6月，和捌做过川普国安会幕僚长的傅莱茨提出停止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佮讲要赶紧促成因的谈判，并且甲乌克兰讲，南谈判援助就会断点，也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讲，伊也爱参与谈判，若无会提供乌克兰一切所需要的来打败罗西亚。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呼吁美国继续对罗西亚施压。Нещодавній дозвіл щодо далекобійних ударів по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ах в Росії допоміг, але тиск на Росію треба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і збільшувати на різних рівнях, щоб Росія відчувала, що таке війна. 任命凯洛格做乌克兰和罗西亚的特使这个职务，无清楚敢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因为在2023年以前，特使可能需要得到参议院通过。不过，拜登政府已经想办法让过这个规定，就算需要通过参议院这关，占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应该袂强烈反对。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再来看，澳洲政府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众议院将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率来交予参议院去辩论。未来若通过，将对违规的企业上侪是当罚5000万的澳币，超过新台币10亿。澳洲的青少年甲家长嘛无同款的看法，有学者嘛批评讲，目前的法案无够周知。澳洲众议院表决10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一项全球首创禁止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用社群媒体平台的法案。这是澳洲总理阿班尼斯政府进行推动的法案，率去会交予参议院辩论，做最后决定。有受害青少年家庭认为，这为澳洲至少提供保护。Anyone that says that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has not lived through my life.Nor the hundreds of mums and dads that I've met in the last 8 months that have had their kids extorted and taken their lives as well. 若法案通过，无凸显这片禁令企业会面临相关5000万澳币，超过大票10亿的罚款。社群媒体公司认为，这项法律模糊有问题，而且凊彩。有青少年也表示，禁令听起来会感觉更加孤立。Since I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anxiety and depression.I think it would make those a lot worse than they already are, and could really affect, my life if going, in the long term. 学者分析指出，这个立法欠缺周全考虑，全面禁止日常用社群媒体，对其无的确有效。暗过可能会互挖苦社群的青少年孤立，大人也可能伫个平台发表更较无适当的内容。Young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in anyway.And we see th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think I've pointed to China before as a good example. They've banned internet for some time, yet people still use the internet. 中国在影响社群媒体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受欧美政府愈来愈大压力。TikTok 宣布会加强防范13岁以下用户希望年岁注册，佮限制18岁以下用户用美颜滤镜来改善平台对低效安全。公司新闻电话前编译。
来看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中国学生来台湾访问，今仔早起去政治大学大贤图书馆参访，前总统马英九冇陪同，政大是无安排学生的交流。也毋过，台湾中国倒球奥运的金牌马龙是啥袂少学生囡仔的注意。我觉得这次透过两岸的交流，希望可以在两岸的无论是体育或者是艺文，或者是以后更多其他领域都会有更好、更多、更良好的发展。Ma Lo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lebrities in China, so I think it's a great gesture from China to send him to Taiwan and encourage mor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 think it's a great. 马英九今仔陪访问团去政治大学，下晡会去临安太古厝甲台北孔子庙。中国空气前的奥运金牌选手杨倩会接受媒体访问。明仔载访问团会去文化大学，冇安排马龙进行倒球的交流，卖接受媒体的访问。再来看 Uber Eats 宣布讲，要收购Foodpanda台湾的业务，目前已经进入公平会审查了，按算12月19会有结果。有立委是指出讲，两个平台若合并，市占率会超过8成，有垄断的疑虑。也毋过，伊嘛讲，公听会目前只开市场并无够。Uber Eats 甲Foodpanda外送平台并购案，去互公平会要求报警，总算伫即个月初8被这文件，目前是进入审查程序，一定12月19前做出决定。毋过看公平会主委李美的任期，敢若到明年1月底，有立委是关心，敢会伫任期来完成。我们审这个案子一定照这个法定的程序来处理，我不会把任期与否作为考量这个的因素。所以不会在你1月31号，所以再继续拖就对了。不会拖，不会拖。在你任期前可不可以结束？我想要看委员会讨论的情形。立委指出，针对外送平台并购案，目前公平会敢若伫台北、宜兰、台中、高雄有开过市场座谈会，应该爱更加谨慎评估并购对消费者、外送员甲餐饮业者因的冲击。公平会是表示，拢有看机关联络，当时原来有回收全台湾600多份问卷，听各界意见。毋过其他立委是质疑，公平会12月初4要搁开会，除了找学者、专家甲外送平台，煞拢无找消费者代表甲餐饮业者。为什么只有平台呢？你应该对这个消费者啊，对那个外送员工会，应该他们要办一场啊，不是吗？因为这些都你看不公平，这些都有开过啊。我们在程序上也有一些专家哈，那还有潜在竞争者在产业上的不同的关系。下个礼拜12月4号是不是闭门会议？它不是一个秘密的会议，这件事情是可受公平。立委表示，若做两大外送平台合并，市占率会超过8成，可能有独占市场的疑虑。国家最近双平台一直调降外送费，合并了后的外送员权益，嘛爱做伙做考虑。安尼才有法度保障外送员、消费者甲餐饮业者因三方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棒前馆长陈之涵伫直播的时阵讲，伊捌伫职业棒球跋筊过，引起争议。有台北市议员早起就去台北地检署告馆长涉犯跋筊诈欺等罪。馆长伫昨暗嘛开直播回应这个争议，强调讲伊迄当时是跋美国的大联盟，毋是台湾的职业棒球。世界12强棒球台湾摕冠军引起袂少话题。馆长陈之涵家己讲，较早捌做过职棒的球棒，互人敲出来。台北市议员简书培、陈显伟做伙出现伫台北地检署，市庭宣告馆长涉犯跋筊诈欺，也甲组织犯罪等罪嫌。今天馆长重提他当主头的往事，不是在球迷的伤口上撒盐，而是他就是把球迷割伤的那个凶手。馆长27暗时搁再开直播回应争议，讲迄个时阵做美国大联盟，甲台湾的职棒无关系。陈之涵搁为这件代志搬出前总统蔡英文，也甲现任总统赖清德来做靠山，认为因来上过直播的时阵拢知影，伊早年捌做过球棒，嘛无骂伊。我就袂晓跋筊的啦，我就做球棒了，我深恶痛绝啊！我对赌这个东西啊，我老子看开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去赌？球棒争议不断，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伫面册发布图卡，指控立委曾瑞雄嘛捌讲家己算过。
对这代志，曾瑞雄是正式回应，并放调讲，若讲过都要切腹。民众党陈智菡提出立法院公布甲这份影像，强调性命可贵。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图卡，但是立法院的公报上头清清楚楚的说明跟记载，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修改的。你写冒号，然后说我多少也有在玩球板、挂号地下赌盘。我庄瑞雄什么时候讲过我多少也有在玩球板这句话？如果有，借我一把刀子，我就切腹了。曾瑞雄爱民众党随甲刀卡摕落来，有转发的网友嘛赶紧收回，强调家己未提告刑事，啊毋过为着名声会提告民事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摕到世界12强棒球赛的冠军，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审查运动部组织法的草案，朝野立委时拢表示，咱应该爱有一座台湾的运动博物馆，来保存国际重要的比赛甲相关的文物。台湾过32年伫棒球一级的国际比赛摕到冠军，真侪人拢想要亲目睭看卖这真有历史意义的冠军奖杯，阁有最后上杀的球，甚至是这攻击甲手臂顺势的奥达单。国民党立委表示，即摆拄好咧规划运动部，应该趁这个机会设立台湾运动博物馆。未来能够有一个运动博物场馆的部分，把所有我们大小的一个值得纪念的赛事奖杯，或者是甚至球衣等等，都可以把它给收集，并且把它的故事给保存下来，有一个完整的传承。其实台湾目前有棒球博物馆，也就是2019年落成启用的棒球名人堂。地方甲球团拢有家己的展区，毋过就是无国家级的运动博物馆。民进党立委表示支持，毋过强调就要为盘点文物开始做。你要先办小展览，有常设展，再来有博物馆。所以我的条文里面，我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找博物馆或是大学来合作，所以我是条文里面是有委外办理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容许我们就以大方向的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记忆？这个保存典藏这部分的字眼来维持原版的部分。教育部表示，行政院版本的运动部组织法草案第2条第5项，就已经有甲运动文化记忆的保存甲再现收入去管理。等运动部成立了后，这个建议运动博物馆，希望立委会当接受安尼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伫世界12强棒球赛，咱的台湾队长陈杰宪伫冠军赛攻出3分的服务人了后，伊伫胸膛比一个手势，这是因为只有咱的服装顶头无绣咱国家的名，所以比的就是代表衫顶头写台湾的意思。某民间团体就认为，咱应该爱认真来推动正名，互咱的代表队通伫未来比赛用台湾队去参加。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得到冠军。伫对战日本队的冠军赛，咱队长陈杰宪攻出3分轰让了后，这个四角形的手势，和外界好显代表什么？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台湾来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相挺，咱都是台湾人，谢谢，谢谢。虽然咱参赛队名是用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不过为球员、球迷到侪国内外媒体，拢是叫咱台湾队。有民间团体认为，即马台湾民间甲国际社会，拢叫咱台湾这个名已经有意识，应该趁这个机会推出正名。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其实对台湾可能无重视啦。啊，经过这几年来吼，咱台湾的名声吼，在世界上有名啦吼，啊，大家拢称呼咱台湾。2018年时，前田建国手举证发起公投，希望咱通以台湾这个名申请参加2020东京奥运，落尾公投无通过。其中就是有包括运动员甲民众烦恼，用台湾申请比赛会抵触咱的参赛权，和中国打压。变成台湾队啊，可能就是变成说有进一步的突破，感觉会引起一些大陆的不满，然后就有一些争议之类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以前的国家拢对这中国的这个独裁这反感啦，所以咱其实可以结合这些爱好民主的国家来对共同来对中国有关这个抗议。咱相信国内先做起，叫我到真正改这个台湾。民间团体讲，台湾队正名会使民间政府做回溯，民间为改变口语，书写范式开始正名台湾队。
政府也通透过外交系统，为理念相同的国家开始推सक्台湾这个名。但是民众也烦恼，这个行动会刺激中国，就可能需要政府镜头较斟酌计划，一步一步来推सक्。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囡仔伫U12亚洲小棒锦标赛是表现了真赞哦！拼入去复赛了后，将对阵中国队，以16-0提早伫第4局就来结束比赛。今仔要对决日本，要来拼冠军战的门票。讲到真大力，讲出外野的安打，全场是跳甲一直休，选手轮流起立，直到一直讲出好球。外交手臂的状态同款等真悬的水准，投手嘛强势压制，一直持赢三胜，不让对手有任何机会。每一场球赛我们认真努力去打，这样就。台湾小将去到日本出战U12亚洲小棒锦标赛，一路过关，复赛第一战2-7对决中国，以16-0完封对手，而且比赛搁敢若拍4局就提前结束。在实力伯仲之间的这个台日韩3队。对战中谁能够掌握到的进攻契机的话，那谁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增。复赛后一场的对手是强棒地主日本，一场台日大战搁要开始啊！教练嘛到球场来整肃，记录各国的比赛，希望帮助台湾国际赛搁一摆摕冠军。尤其伫12强的经典赛了后，野球人才培训嘛引起讨论。我们很感动的是他自己的主动积极。其实场由江坤宇、林玉明等人，拢是细汉囡仔的时阵就投入野球训练。汤圆嘛第一个出声，宣布投入1000万成立野球天赛基金。高雄嘛拍算明年增编1500万的预算来补助3级野球，但是具体应该安怎做，才会当让国内野球的发展变得更较好。日本，你看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你看他高中就有将近2000多队了。那台湾才是有多少队？我们把这个面能够做大一点，国小开始就慢慢的给他们基础的养成，慢慢的一步步的这样上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偏远学校的学生，偏远地区的学校，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们天龙国的学校应该有很多的经费，那就一直不断的可能被拒绝。以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现在是纯棒球的学校，可是我们专任教练只有1位，真的不足。来看目前的困境，有经费无够，募款困难，企业的赞助少，欠专职教练等等。对大方向去看，嘛有球队的数量无够侪的状况，各有学校讲到运动科学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应该是停留在所有我们数据的收集跟分析。在应用的部分，我们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要培育出更较侪优秀的野球国手，对师资、金源、科技设备敢唔普及？目前看起来，伫真侪层面拢有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公办民营实验教育学校林文国中小，今年因为委办的合约无通过，县政府就接落来办理，各界是拢真关心。县政府昨暗办公听会，家长是望讲会当维持过去学校经营的方式。县政府嘛表示讲，基本上会维持哦，实际上要安怎经营，爱个评估。学生仔上课要来了解通拖，唔免坐伫椅仔顶，是坐伫涂骹伫台骹认真听老师教学。江西也算江西的特点吧。宜兰头城镇人文国中小本来是公办民营实验教育学校，按过委办合约今年无通过，该由县政府刷落办理，改回一般公立学校。学校未来会以什么款方向经营？县政府办理公听会，听各界意见。可是它就是一个最难好，但是也最珍贵的一个模式，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模式，民间单位它可以带入创新。如果说还有机会公办民营的话，审议委员的组成能够尽量站在，能够是知道那个实验教育在做什么。而不是站在体制教育去看待实验教育。公听会里，家长大部分希望人文会当用公办民营的经营模式，因为民间单位才会当互教育创新，而且县政府审核人文的经营，袂当用体制来观点来看待实验学校。未来若做有机会公办民营，审议委员的组成应该爱选择会当知影实验学校伫做什么的人，而且应该甲学校建立真好的沟通平台。对于未来的方向上，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专案评估小组，所以我们会针对公听会的一些相关的意见，
也会纳入专案小组去评估。根据实验三法，人文各中小仍做要维持实验教育方向，未来会经营模式包含公办公营、公办民营，也加非校团体方向。县政府表示会维持人文的实验教育形态，按过安怎经营已经成立专案评估小组，会透过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香蕉一担大约是有33万吨哦，有超过9成拢是内销。因为会受到风台影响，有一寡品质较歹的香蕉，农粮署嘛研究讲要来做加工的产品，那么做伙来了解。台湾过去伫1960年代，因为香蕉外销排名世界第4，所以互人号做香蕉王国。不过，即卖有超过9成的香蕉拢是内销，因为香蕉好炸有营养，大家普通时啊拢是甲香蕉当做食饭饱的水果。农粮署表示，因为台湾过去的产量济，为着卖互卖出去，也是外形伤歹的香蕉拍算，香蕉加工真做是一条新的路。那因为香蕉除了鲜食之外，其实很多我们也是做成加工产品。像今天展示的，包括有做一些香蕉的脆片，或是香蕉的一些薯条，里面都是我们目前在积极来推动的这一个香蕉加工的一些产品，可以保存更长的期间、更长的期限，那更多消费者来采用。台湾香蕉种植的面积大约1.5万公顷，年产量约33万吨。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目前市面上除了一般的黄香蕉加工产品，青的香蕉因为有更较丰富的纤维，对要益健康的民众来讲是一个袂歹的选择。青香蕉内底呢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也很高，尤其呢它的抗性淀粉呢大概有40% 以上。那我们知道抗性淀粉就是我们为我们来讲呢是更健康的一个会当控制体重呢跟这个低 GI 的食物。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今年受到风台影响，香蕉的价销对每公斤大约20块，起到每公斤大约65块，是起超过3倍。加受损的香蕉量变济，因透过加工，将黄香蕉、青香蕉变做是贡丸、烟尘点心、马铃薯条等等。农粮署表示，未来希望透过研发加工食品，提升台湾香蕉的价值。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这份针对台湾网络的调查指出，讲台湾49岁以下民众，即马大部分拢是透过社群媒体来看新闻。调查发现，讲所谓平台头一届凌晨传统的媒体，真做是民众看新闻主要的管道咯。手机摕出来 ，IG 顶面有真侪新闻，嘛跳出真侪新闻资讯，吸引民众点落去看。根据2024年台湾网络报告的调查显示，49岁以下的民众大部分拢是对社群媒体去看新闻的，其中有7成的民众认为家己会晓分辨假新闻。还蛮多就是旧的新闻，所以就可能跟时事比较不一定有关系这样子。你通常点进去看一下内文就知道是假的。可能会比较难分辨，就是真的假新闻这样。调查嘛显示，少年人比时代更较高分辨假新闻。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表示，这个少年辈自细汉是伫网络世代大汉，敏感度较好有关系。调查嘛指出，2022年有6成的民众是使用面册来了解新闻，即马落甲剩5成。不过面册也是台湾上侪人使用的社群媒体，第2名是 IG， 拢总占23%，第3名是抖音占2%。去年才推出来社群册一定到第5名，也过迪卡。跟小红书 ，FB 这边其实它是有下降，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 Instagram 其实它是上升的，所以可能其实是 Instagram 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更多年轻族群其实迁徙到 Instagram 这个地方。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调查发现，台湾有98%的民众有看新闻的习惯，显示出台湾民众对新闻的重视。中心嘛讲，因为台湾受到中国威胁的关系，先做受到网络攻击上济国家，提醒台湾的民众要提升认知能力、甲保护能力，唔通叫网络的假消息骗去。记者陈阿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过来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伊是克鲁松症候群的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伊一出世就头扁扁、面毛毛，看起来有点怪怪。经过台大医疗团队20多届的手术哦，总算可以看起来还算正常人咯。17岁有家是先天性颅骨膨早病的克鲁松症候群患者，也是罕见疾病之一。过去常常因为外观甲一般人无共款，互周围人笑。
读册甲社交拢是问题。不过，伫经过将近10摆大小手术了后，伊即马开朗够自信。伊讲毕业了后，想要甲一般人共款找头路趁钱，也想要交女朋友。所有人都嘲笑我是外星人，让我觉得感觉不 OK。那现在已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正常。负责治疗幼家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先天性脑癌患者常常需要看科别治疗。规出世到大汉无共款的阶段，要接受真侪摆颅骨甲颜面手术来解决颅腔、目睭、喘气、语言甲外观这问题。这几年来，医疗科技进步，即马采用高科技电脑辅助，比如手术导航系统、电脑手术簿记甲3D 列印等，因互颅癌手术更较精准、快速而且安全。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摸不到了，而且附近有很多重要的神经血管的。大脑、眼睛等等，好，一方面看不到，一方面又要避开这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才需要这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医方强调，2年前成立颅癌医疗甲生态科学发展中心，帮助颅癌患者甲家属接受治疗。根据统计，为自2008年以来，院内已经完成10多例重大颅癌医疗手术。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最近有一场国际人形的机器人展览幕，30多间公司甲研究机构展现上新型的机器人，有应用伫医疗、应用伫救灾等无同款功能的机器人。那么做伙来看卖。国际人形机器人顶有各种的机器人，互人看甲目睭花一花。有一寡机器人会当做表情，有一寡手镜头会当连卡叮当。伫法国南市举办的这场展览，有30多间企业甲研究机构展出上新研发的机器人，其中有真侪结合 AI 人工智慧，加强机器人甲人类互动，而且应用伫医疗、灾难应变，甚至是家庭的使用。 I think with the new AI methods that are now developed in that do image processes, language processing. We're going to see robots that are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our instructions and then translate them into plans, actions. 法国洛林大学英利亚中心研究主任艾瓦尔蒂认为，受到去年驱动装置啊，佮有机械电子学的影响，互机器人研究成本降低。全球的新创公司都一开发机器人的数量增加，伫结合 AI 甲工程学了后，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空间，互机器人会当为环境内底合适，做出决策，执行负责的任务。也毋过要互 AI 机器人会当完全自主的适应各种环境，佮有智能的限制。 naturally in real tim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human, and act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like home. We're very far away from making robots fully autonomou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in such a way. 虽然如此，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等，拢投入数十亿的美金研究 AI 机器人。根据创投公司 Excel 资料显示，谷歌到2024年年底，美国、欧洲甲以色列的 AI 甲云端公司的融资会达到792亿的美金。嘛，因为 AI 影响人类的生活经济，发生社嘛伫年底进前盘点今年改变全球的5名重要人物，其中就合作 AI 晶片教会回答执行长吴仁勋，1.3当前创立回答。 我靠运算能力比传统比处理器悬真济 GPU 画图处理器这晶片技术，在科技业内底正做全球持达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 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